进前，中营航空有一个男性的旅客要求空服员协助上便所取这个尻川被，互空服员帮盘大哭，身心受到伤害。中营航空今仔日开记者会来鞠躬道歉，讲已经协助空服员提告，申请到工伤假。不过，这个乘客5月回程，敢会阁坐中营的班机呢？中营航空讲，依照着美国交通部的法令，袂当随便就来拒绝载人客。中营航空高层出面行礼道歉，因为之前发生别人乘客伫机场要求空服人员帮伊切尻川，互空服员感觉受到侮辱，嘛造成社会大众的纷扰。中营表达道歉。公务员报告回来，我们已经将这位旅客呢列为我们关怀名单之一。但是今年为什么没有比对出来？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在精准比对上面呢，这个所出现的一点点的小问题，我们也立即做了修正。中营航空嘛澄清，这位旅客之前坐20届，拢无失控的行为，嘛有透过各种方式关心。但是这名旅客又过5月要坐这中营航空来台湾，到时阵敢会同意伊上飞机？如果说他要搭乘这个回程班机的话，我们会要求他必须要有陪同者，我们必须要求他有陪同者，这个是我们绝对会去做到的。中营回应依照美国法令，袂当直接记载这名旅客，但是2021年，一名台湾籍的男性旅客伫机场骚扰空服员，马上被中营列入记载名单。这次的别人旅客目前只有被中营列入关怀名单，并无明确宣布拒绝。涉及美国的法令，他不一定能够直接这么做。那我们也可以谅解这块，所以我们有跟公司提出说，应该要有替代方案。空服员工会嘛呼吁中营航空应该改善内部管理文化，嘛要积极协助空服员申请工伤假，希望中营航空会当落实承诺，唔通再互任何一个空服员受到委屈。